Hello，大家好啊！我係博遙口腔沙度國健毛醫生。今期呢，我哋講解下大家最關心嘅，亦都係好多人心中有疑問嘅，今時今日都分唔清楚嘅一個項目：傳統鑲牙同埋種植牙有咩區別？我哋牙齒甩咗之後呢，有3種方法可以將佢裝返上去。第一種呢，就係傳統嘅鑲牙，亦都係大家講嘅牙橋。第二種方法咧就係活動牙，即係夜晚剝出嚟洗嗰種，好多長者都做過嘅。第三種咧就係依家比較熱門嘅種植牙啊。首先我哋講講傳統嘅鑲牙，好多人嚟咗牙科之後咧，佢話：毛醫生，我想做翻個牙套。呢個牙套咧就係大家理解嘅鑲牙啦。傳統咧，我哋甩咗一隻牙齒，如果想做牙套咧，係要將兩邊嘅牙齒磨細一圈，然之後套住兩邊牙齒，固定中間啲牙齒，即係大家講嘅牙橋啦。咁樣咧有個優點就係佢修復嘅時間比較短，基本上係你磨牙齒嗰一日到佢你裝牙齒嘅時間咧，就1個星期就可以搞掂啦。但係咧佢都有個缺點，就係時間長咗之後咧，當你缺失嗰個牙齒個骨頭咧會慢慢收縮，時間長咗之後咧，下面嗰個條罅就會出現嚟啦，然之後會攝嘢，攝嘢之後咧，有可能會令起到兩邊牙齒都會蛀埋，呢個就係缺點。第二咧就係活動牙，活動牙咧，如果係按照以前嚟講咧，一般係長者做嘅，長者成排牙冇啦，或者剩翻幾粒牙齒喺口入邊啊，又做唔到牙橋。以前又冇種牙技術啦，就係做活動牙。活動牙咧有一個優點咧就係價平靚正，呢個正字咧我就唔好入去啦，因為好多人好難適應到嘅。佢係價錢好平，一副咧往往幾千蚊啊，1萬蚊之類上下可以搞掂，就係最普通嘅。貴啲咧萬幾蚊、2萬蚊都有。但係咧佢一個缺點咧就係佢好難適應。好多人睇第一次做活動牙嘅時咧，佢戴入去點戴都唔舒服。一般咧醫生會建議做活動牙嘅患者朋友咧，要逼住自己去戴足3個月至半年，但係好多患者朋友咧，佢戴唔到，因為成劈嘢喺口入邊，吞口水都唔方便，冇話講嘢啦，講嘢直情係黐脷根，呢個就係佢缺點，因為佢比較大，好難適應，有時會硬親個牙肉會生飛滋，好多人戴咗半個月、1個月就抌咗啦，唔要啦，就咁哭晾住個口，佢情願咁唔裝牙齒。第三咧就係依家我哋最熱門嘅種植牙。呢個種植牙呢個話題呢，由一開始大家就一路都有睇片啦，喺網上查資料啊，睇邊個醫生技術好啊。種植牙呢，依家基本上好多醫生都識做嘅。至於醫生嘅手勢好唔好啊？呢個種植牙個料啊點樣呢？都要大家去到牙科診所同醫生傾過，因為種植牙有好多牌子，大同小異㗎個使用感覺。但係咧，佢有一個優點咧，就係佢唔使去磨兩邊啲牙齒。當你牙齒甩咗一隻，就種一隻；甩3隻，仲攞2粒釘做牙橋。咁樣咧，又經濟又實惠，唔使破壞兩邊牙齒，又係固定嘅喎，又唔使成日剝出嚟洗嘅。但係咧，佢有一個缺點，就係種上去之後咧，同你自己牙齒個使用感覺係一樣嘅。你都要當自己牙齒去維護、去清潔，同埋如果牙罅攝嘢之後咧，一定要用牙線啦、牙縫、水牙線去清潔。所以咧，種咗牙齒之後咧，一定要更加愛護自己個種植牙，更加去護理好。好啦，今期咧就為大家講解咁多啦。如果有想了解其他牙齒方面嘅朋友咧，可以喺下面評論區留言俾毛醫生。我哋下一期再見，拜拜。